Hello， 大家好，我係鐵仔。咁今日咧就係喺廣州嘅第3日，兼且係最後一日。咁啱啱咧頭先喺個酒店度 check 咗 out 啦，而家咧就準備就喺西門口地鐵站，去緊西門口地鐵站搭地鐵去萬勝圍站，再去地鐵博物館嘅。Getting on or off the train. Please move inside the car as you enter the train. 2站台西南方向列車即將進站。2站台西南方向列車即將進站。The train bound for Xilang is approaching at platform 2. 幾經辛苦轉咗一次車啫，就嚟到位於萬勝圍嘅廣州地鐵博物館啊！其實咧，人生去咗2次廣州都係第一次嚟。搭 lift 上去啦，地鐵博物館1樓。入到嚟啦！入去啊！角色咁嚟到呢度咧，就有唔同國家嘅地鐵模擬 display。呢個環球站，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嘅 New York， 呢個就睇下先，估計就係唔使理個，呢個就 Tokyo 東京，呢個就係我哋最熟悉嘅廣州地鐵1號線列車。其實我呢架車今日先坐完嚟北京，我哋嘅家香港 M Train， 上海、台北，仲有嘅。
深圳1號線 BBD， 呢個就成都西安。世界地鐵大家族嘅鐵路公司嘅標誌，當中包括埋香港、深圳、台北嘅，而最唔少得嘅就係廣州，即係全世界，真係全世界。寧波啦，呢個就仲有天津。去到時光站呢一度咧，咁就有晒廣州唔同嘅交通工具。明清時期就呢啲揸橋、黃包車，民國時期20世紀50年代咧就呢啲部分船，60年代就有冇軌電車，單車就70年代，的士就80年代，去到90年代咧，第一條地鐵路線通車就已經方便咗唔少市民。廣州地鐵網呢啲咧都有唔少歷年嘅紀念車票、觀光票啊，唔同紀念品同埋模型。其實多數咧都係以1號線列車為主嘅當時。1997年6月28號就地鐵1號線第一期西朗至黃沙就開通試營運。好，地鐵雖然就方便咗好多廣州人，但係咧個規模仲越做越大。例如唔知係咪最近投入服務嘅有軌電車咧，就7連7嘅。呢個應該係廣州中心城區嘅24小時企埋個廣州塔。咁暫時咧呢個範圍咧，淨係有萬勝圍、廣州塔、黃村、廣州火車站、潭尾同埋西朗車廠。正稱就係西朗車輛段。呢個就係基督片，呢個都係基督片，不過唔同素材。闖入下一站。其實除咗探討歷史之外咧，仲吸收埋地理知識。呢啲石咧，嗰啲岩咧，估計都係喺廣州地鐵近期或者之前
喺鐵路嗰陣時揾到嘅岩石。廣州市嘅地質大解密。其實呢啲地質咧都會影響到起地鐵嘅因素。自己會升上嚟。起自己升上嚟，揀咗嗰區之後，跟住咧睇先，係啊，跟住揀。撳翻返回就自己縮翻落去。我哋而家去白雲區。白雲區。啲地質就係咁樣。呢個估計係起6號線2期嗰陣時嘅揾到嗰塊。廣州地鐵6號線。花崗岩。二咩啊？岩。2期蘇園站花崗岩烏石岩料。應該係假嘅。睇真啲，原來係和諧號嚟嘅。喺上面就係火車站，下面就係地底。起高鐵最重要係睇埋個地質因素。用東主張工藝，呢啲應該係了解翻點樣喺隧道掘隧道嗰陣時點樣影響到起地鐵嘅因素，同埋有關地質嘅問題。呢啲應該係都係了解翻咩因素。其實咧喺香港起地鐵咧，就係因為呢啲嘢啊，搞到未能夠準時開通啊！而且咧有地面、有地底、有高架，幾複雜。起碼個轉滑機個頭，咁就應該去到下一站門新站。呢度有一共有六部遊戲機。呢個就係路軌嘅分叉路軌嘅樣本。其實喺路軌都有好多種事。其實廣州地鐵起咁多條線都係多謝一班工程人員，令到任何一個新站一條路線，佢哋用咗好多嘅汗水嚟完成。呢啲估計就係路軌空間零距離嗰啲一啲
一啲不可能有冇嘅設備。其實路軌咧都有唔同種類，有逆軌、切叉心、互軌。然而路軌之間咧都有唔同嘅設備，車輪繼續轉逆感器同埋神錶，仲有旋盪電視睇下。接觸軌設備，繼續電纜盒，仲有呢個咩嚟㗎 ？AP 無線天線，呢個咩節散電腦轉感器。咁呢個咧就係直線電機感應板。唉，我唔再講啦，講出嚟都嘥晒啲口水。咁咧，月台幕門咧，大家都見得多㗎啦。搭地鐵嗰陣時，好似喺度模仿翻喺度等車。呢條應該係片嚟嘅，哦，原來搬上去嘅。開燈，測試月台幕門，車門開咗，幕門開咗，拉埋扶手梯。扶手電梯 clear， 開閘，好，最後機會，出車。入嘢啦！山站，尾班車已開。翻廠，收車翻廠。哇！個燈喺車頭燈嚟嘅，拉閘、閂閘，我要快手啲先得。熄扶手電梯 ，clear。閂門，車門閂咗，幕門閂咗，冇腳嘢。熄燈，熄埋個空調，搞掂。
clear。再講頭先老鬼講咗啦，睇下幕門先。呢個幕門咧都係睇翻2號線同2號、8號嗰啲應該完全一樣嘅，只不過咧門神個貼紙咧同平時搭車好似調轉咗。嚟到最後一站虎嬸站，即係睇完喎已經。2樓仲有嘅。咁咪上2樓咯。嗯。前往下一個熱點。嚟到 D 區南新站，車站萬花筒。咁廣州地鐵通車以嚟呢，唔止廣州嘅，全世界都有唔同嘅藝術作品。咁最特別咧，就應該就係位於台灣高雄嘅美麗島捷運站。然而廣州咧就有南沙客運港地鐵站4號線沿線嘅藝術品，蔚藍大海。及還在建設中的13號線、11號線車站透視窗。車站總建築面積達8.8萬平方米，採用了天河星宇的文化視覺設計概念，是目前亞洲最大的地鐵車站，高峰客流每小時地鐵站18萬人嘅出口仔上面。該站共有3層。呢個就以天河公園地鐵站做例子。18米柱跨的大跨空間設計，對提高客流組織順暢性、高峰時段大密度客流換乘順暢性、乘客舒適度極為高。但係咁呢度啫，應該就係大堂。有閘機喺度嘅，不過直接實現另一線的換乘。地下3層為13號線站台。第3層係13號線嘅月台，即可快速換乘21號線或11號線。車站遵循與城市生態環境深度有機融合的設計。在最底層呢，建好之後的地鐵站蓋地面應該就係將與周邊綠色環境完美融入。天河公園站對於新城區和中心區的連接換乘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呢啲就係灣星圍站嘅機場南公園前動物園站嘅格局。最底層呢，就係、應該係2號線。第2層呢係1號線，嗰度有條中部樓梯可以轉車。大堂啦，其他咧我就唔睇啦。咁售票機，車飛機歷史。當年通車嗰時係用紙飛，
千禧年嗰陣時就轉用磁帶飛，去到 IC 卡年代咧就用呢啲飛。呢啲單程飛咧，而家係通用。02年嗰啲單程飛咧都係通用，不過咧而家轉咗喺 APN 線用。月台幕門嘅系統，月台幕門開嘅咧就係靠車站控制室同埋入邊嘅電腦。大堂咧都係有車站控制室，閘機咧都係閘機、售票機都係靠電腦操控。如果有票務問題咧，就有客務中心。呢度係有模擬駕駛器嘅，不過咧要買20蚊先至可以體驗到2分鐘咁嘅模擬駕駛。做車長，如果要用20蚊買飛咧，就麻煩去商店啦。1號線嘅列車 display A1， 2號、8號同1號線通用嘅 A2 同 A3。3號線舊款南瓜車，我哋俗稱嘅3號線列車。呢個呢，就係為配合機場線通車而使用嘅不延段3號線列車。4號線就係呢架5號線。其實呢，4號、5號呢都係同一架嘅。6號線都係啦，不過車窗其實真實嘅列車嘅車窗咧，唔係用4號、5號嗰啲車窗嘅，係用單車窗嘅。7號線列車，8號線同2號線通用嘅 A。車上員嘅安全演練。入去睇下啦。呢度有燈。呢個地鐵列車車廂 display， 地鐵列車家族成員。咁了解返每一架列車可以行幾多 km 長度、列車編組同埋嗰個載客量。咁呢度咧就行到呢度咧，就係有廣佛線嘅列車 APN 線，同埋應該係重慶。愛心服務連看，我唔玩啦。去到遊樂站。呢度應該呢度呢個係下流控制。
實施人流管制。有人上車啊！開車。對面方向已經有車啦。嗰邊應該就冇實行到人流管制。係。有彩繪列車。咁最後呢，嚟到呢間商店做個小總結。你自己睇下。你想買呢隻？黃色嗰隻。壞咗架大細。咁參觀完博物館啦，終於。咁最後嗰結束語亦都代表住呢個廣播。請所有乘客帶起行李物品，在此站下車。歡迎再次乘坐廣州地鐵，就係咁。咁最後喺博物館嘅鋪頭就買咗呢架1號線嘅 A1 列車 Q 版。行返過去呢度。最後都係買咗呢架黃車。咩衣服啊？不過迷你版。咁如果大家要去呢個地鐵博物館咧，就要喺 WeChat 率先訂飛，再留意埋開放時間。終於由萬勝圍站翻到嚟陳家祠站啦，而家咧就要轉翻1號線去翻廣州東站，然之後準備翻香港啦。
完啦，終於係時候要出閘，拜拜。呢個 icon 照顾好您的小孩。橘子是什么？你可能听不懂。不会。翻到西九龍啦。今次去廣州嘅旅程都算 OK 嘅，都有好多嘢睇嘅。不過咧，啲重點我睇唔到。咁咧，費事要翻屋企休息啦，因為離開香港太耐。終於翻到香港，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咁中意嘅我記得拉同唔該，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啦，係咁先，拜拜。各位觀眾，千祈咪走開啊！為咗配合廣州地鐵1號線通車26週年紀念，本頻道由廣州地鐵全力支持。一連10集嘅短篇劇26年後，呢套短劇主要係利用動畫以及真實場景嚟拍攝嘅，亦都係圍繞翻1號線喺26年之後一班角色嘅重要里程碑。短篇劇第1集預計會喺7月可以上架，詳情請留意本台嘅 YouTube 頻道同埋 B 站。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喺結束之前，再欣賞埋主題曲先啦。為何漸通車坐於這列車？美麗廣州是個漫長的車站，回去吧。每個廣州路線，從來路線亦會有終點。1號線26年還記得，在漫長天河區路線，那車站可能早已在。若有日前步去，這一生會變改，可否再乘坐廣州的地